来看一份针对全台湾囡仔这性教育的调查报告，这显示讲囡仔的性别观念平均是干那53.1分，有将近60%拢是无及格。另外，有半数的囡仔呢是靠着这 Google 家己去学性知识。即马民间团体是来呼吁主管机关，这教材的内容应该就要结合着实际的生活情境，让每一个囡仔拢爱学会晓分辨甲求助。 这间托儿所看到真平静，不过最近煞爆出重大儿童性侵的案件。澳洲一个26岁托儿所的工作人员涉嫌甲8个2岁以下幼囡仔性侵，目前已经封抓起来。对父母来讲，囡仔前出世，这个世界就充满真侪无了解甲风险，所以儿童性教育就是保护囡仔，较袂受到伤害头一步。有一些广告会有，然后呢，我就直接如果的是像是有一些影片，我会直接略过啊。如果呢是那种跳出来的广告，它旁边就会有个叉叉，我就直接把它按掉。因为我都问ChatGPT， 因为它都是从其他的网络上截取过来，那其他的网络是不是对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校园性教育的资源不够，或者是唔知要安怎甲父母开喙的情形之下，不少囡仔就会选择伫网络顶敲锤。根据 NGO 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，台湾的学生囡仔性别的观念平均干那53.1分，要到60%无及格。有要一半囡仔靠 Google 家己学性知识，有5%的囡仔已经完全袂记得上课的内容。 显示教育的现场，甲囡仔实际上拄到的情形是差真多。这个资讯是非常泛滥的，但是我们的教科书的内容跟我们学生真实的生活经验落差是很大的。那可能是不止教科书，就连教师本身自己的经验，可能也都跟学生的经验是脱节的。毕竟现在时代变迁的非常的快。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呼吁教育主管机关。 教材内容应该结合实际上生活情境，包括多元的性别、恋爱、甲情感的发展，也有网络交朋友甲虚拟的互动。老师嘛会当用开放的态度来回应敏感的议题，让每一个囡仔拢会当学会晓辨识甲求助，了解分数的界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